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Man，今日帶大家睇下 YOHO Hub 第5座壓軸樓王呢個單位1094尺嘅4房2套單位。首先由大門進入嘅話，我哋首先見到呢個飯廳先啦。咁個飯廳呢非常闊落，可以放到一張10人嘅餐桌。咁另一邊呢就係客廳啦。空間感好充足，咁一邊係擺電視櫃，一邊係擺梳化啦。咁我哋可以行出去睇一睇露台同埋景觀嘅位置。咁係向深圳嗰邊嘅景致，即係向北嘅。咁啊可以睇到好遠嘅景色，同埋南生圍嘅綠化地帶，視野非常之廣闊。露台亦都好闊落，好開揚。咁我哋再進入第一間嘅套房。咁呢個套房呢，發展商而家呢就放咗一個特大雙人床啦。咁空間都仲好闊落。咁呢邊呢就擺一個大衣櫃，隔離呢個門就係可以進入呢個套房嘅洗手間。咁啊，採用咗呢個企缸式嘅設計。咁我哋睇一睇呢個廚房，喺個飯廳側跟，咁啊雙星盤啦，一排窗啦，咁啊光線非常之光猛。咁另一邊呢就係蒸焗爐啦，有2組啦。咁門後面就係呢個雪櫃啦，咁啊雙門雪櫃嚟嘅，上面保鮮，下格就係冰櫃。咁呢邊呢有啲收納空間，垃圾桶就喺下面啦。咁啊，側跟呢度就係洗衣乾衣機，非常多空間使用嘅。咁呢個位置可以放部咖啡機，另一邊又可以放啲廚具用品啦。後面就係煮食爐。咁有明火同埋電磁爐，中間呢個呢就冇火嘅。呢邊亦都有個收納空間，係有一組大嘅儲物櫥櫃。咁洗衣機隔離呢就係有個門，係一個工作平台。咁變咗洗完衫之後可以直接喺出邊晾曬。